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到1分鐘牧養時間。呢個睇到嘅畫面就係好多嘅蛋糕，呢啲生日蛋糕起源於古希臘，為咗去慶祝月亮嘅女神阿提米嘅生日，佢哋咧喺祭壇上高咧就做一啲圓形嘅蛋糕，咁然後咧插咗一啲細嘅蠟燭喺度，咁咧點着佢咧就表示呢啲係月亮嘅月光。另外咧，佢哋相信咧，如果人咧喺吹熄蠟燭嗰陣時候咧，嗰陣時候咧有啲煙咧可以帶到天上嘅天神嗰邊，咁所以咧就可以一個嘅願望成真。咁生日蛋糕究竟幾時先成為人類咧去慶祝生日嘅指定動作咧？如果我哋從歷史去睇嘅話，就追溯到喺德國15世紀嘅時候，佢哋為兒童咧生日嘅時間有一個習俗。就係將生日當天咧，佢哋好擔心啲小朋友咧俾啲惡靈咧去睇上咗，佢為咗要保護呢啲小朋友咧，所以佢哋聚晒一起喺蛋糕上都插著蠟燭，去保護自己嘅小朋友嘅心願咧，可以吹熄嘅蠟燭嘅時候有達到天上。呢種點燃蠟燭之後，大家就開始分享呢個美味嘅蛋糕。到咗18世紀嘅時候，生日蛋糕咧嘅蠟燭咧成為慶祝嘅象徵。1799年嘅時候，德國文豪約翰繞爾夫咧，佢咧就寫封信俾當時嘅歌德，就記錄咗佢50歲生日嘅時候，就講咧就描述咗生日蛋糕同埋蠟燭呢件事情，可以講話係最早記載生日蛋糕嘅古老嘅文件。當呢個嘅生日蛋糕同蠟燭嘅事傳到美國之後，美國蠟燭業咧就開始咧售賣一啲小型嘅蠟燭，作為咧生日蛋糕擺上去呢啲蠟燭嘅宣傳。之後咧跟住國際嘅文化咧互通嘅時間咧，咁一路傳開去嘅話，就所以咧後來就變成咗生日蛋糕能夠吹蠟燭呢種嘅習俗咧就冇停止過啦，直到今日。其實呢個週日咧，其實就係1分鐘牧養嘅100嘅週歲，即係100次啦。我心中咧亦點起咗100支嘅蠟燭，盼望能夠幫助新移民喺弟兄姊妹喺靈性上嘅進步，喺感恩咁樣生活，喺困難當中去冒進。無論你嚟咗英國多於100週啦，或者係少於100週啦，我盼望你都一起嚟慶祝呢個移民之福嘅100週歲，一同去分享心中嘅蛋糕，一同來述說主嘅恩典。主必保守你們，阿門。